的手像冬日阳光，充满温暖地照射过我心，在无数的夜晚为我们献上祈祷，像我们的天使。妈妈，你怎么为自己祷告？妈妈，愿神祝福你。妈妈的手，天使的手，将是充满青春快乐的手。妈妈的手像冬日阳光，充满温暖地照射过我心，在无数的夜晚为我们献上祈祷，像我们的天使。妈妈的手像春日和风，充满温馨地吹拂过我心。在黑暗的角落，有多少汗水滴落，总为我们她不言语。妈妈的手像冬日阳光，充满温暖地照射过我心，在无数的夜晚为我们献上祈祷，像我们的天使。妈妈，你怎么为自己祷告？妈妈，愿神祝福你。妈妈的手，天使的手，将是充满青春快乐的手。慧慧，你觉得你的妈妈像什么呢？妈妈像扫把，因为她都把家里扫得好干净哦，好像一只有魔术的扫把哦。那这么说的话，我的妈妈就像馒头咯，因为妈妈都会做我最喜欢吃的馒头给我吃。你喜不喜欢吃馒头啊？我不喜欢吃馒头，我喜欢吃包子，有肉肉的包子哦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妈妈就像是有肉肉的包子那种妈妈咯。妈妈，你怎么为自己祷告？妈妈，愿神祝福你。妈妈的手，天使的手，将是充满青春快乐的手。妈妈，你怎么为自己祷告？妈妈，愿神祝福你。妈妈的手，天使的手，将是充满青春快乐的手。